對於喺中東嘅局勢緊張，導致燃油嘅價格上升，甚至係供應有所影響咧，政府係非常關注。政府嘅工作咧係主要喺幾方面啊。第一咧係要確保能源嘅供應係穩定；第二咧係要提升喺有關油價尤其是價格方面變動嘅資訊透明度。政府亦都會監察價格嘅變動，我哋會審慎考慮佢嘅合理性、需要性，同埋亦都會提醒呢啲供應商佢嘅社會責任。喺保障供應方面，政府已經同各個供應商係接觸咗㗎啦，確保咗供應係足夠，亦都要求佢哋有足夠嘅庫存。我哋亦都要求有關嘅供應商咧係作出預案。我亦都強調必須提供多啲資訊，有關供應同埋價格變動嘅即時資訊，令到社會咧係更加了解，增加個透明度。競爭事務委員會同埋消費者委員會都已經在位工作。競委會會密切監察市場嘅運作，如果有任何違反公平競爭或者合謀定價咧，係會依法行使佢嘅權力，包括咧係要求提供資料，甚至係出席聆訊嘅。消費者委員會亦都已經係作出咗呼籲啦，不同嘅供應商應該係考慮市民嘅負擔能力，亦都要增加資訊嘅透明度。針對本地嘅航空公司，運輸及物流局咧已經係接觸咗佢哋，強調咗任何喺收費調整一定係要合理而且透明。環境及生態局咧，亦都會喺呢個禮拜咧係約見車用燃油供應商，係要求佢咧係提供多啲市場嘅資料，增加個透明度。政府亦都會打擊一啲非法活動嘅，包括咧任何人士去偷運一啲燃油由內地嚟到香港做非法嘅轉注，我哋會經海關同埋消防處咧加強執法。